那有在哪里吗？不知道，你按了，不按，根本就不向上。我们到这里。WhatsApp 人哋一次就係嗰一次就得㗎啦。你再 WhatsApp，不如乜嘢，繼續論嚟論去啦。很亂了。講咗一次就一次啦，講到嗰度就嗰度啦。説一就一，説二就二，講一就。